你知唔知喺香港娛樂圈邊個係公認嘅神？唔係唱歌唱到變神嘅張學友，亦唔係勤力到變模範嘅劉德華，而係俾人叫做香港之子嘅周潤發。2010年，呢位巨星突然對住傳媒講咗一句令全港震驚嘅話，佢話自己同老婆死咗之後會捐出56億身家。當時呢份豪氣真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，一時間慈善天王、港圈首善呢啲光環全部戴晒喺佢頭上。但係隨住時間過去，呢個童話故事好似開始出現裂痕。2023年喺韓國釜山電影節攞獎嘅時候，佢竟然親口講咗句：唔係我要捐，係我老婆決定嘅，我其實都唔想捐，啲錢係我辛苦賺返嚟嘅。呢句說話一出，大家先至發現，原來我哋以為嘅神背後隱藏咗一個更加複雜、更加真實，甚至係有啲令人跌眼鏡嘅周潤發。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下呢位曾經被捧上神壇嘅巨星，點樣因為一系列嘅言行，令到自己嘅完美人設一步步崩塌。故事要由1955 5月18號講起。喺南丫島一個偏僻又破爛嘅漁村屋入面，周家第3個仔出世啦。周潤發嘅老豆周榮允係蜆殼石油公司嘅海員，聽落去好似幾體面，但實際係一個賭徒，每次出糧就拎啲錢去賭，賭到輸晒。阿發嘅阿媽陳麗芳每次去公司量頭攞錢，好多時只係攞到1桶油返嚟，連1蚊現金都見唔到。細個嘅周潤發生活慘到你唔信，佢連一對似樣嘅鞋都冇，只係着住對用鐵線穿埋嘅人字拖，成隻腳踩到黑麻麻。10歲開始，佢就要幫手揾錢，放學之後唔係去玩，而係去工廠打雜。去到13歲，老豆一病唔起，屋企徹底斷咗糧。周潤發被逼輟學，初中3年級都未讀完就出咗嚟社會大熔爐。嗰陣時，佢做過好多基層工作，商行嘅辦公室助理、電子廠童工、酒店服務員、郵差、洗車工、影相器材店嘅售貨員。最令佢記一世嘅係喺洗車場做嘢嗰陣，有一日佢見到人生第一架勞斯萊斯，一時心喐喐想摸下個方向盤，點知一摸就俾個車主兜巴星埋嚟，仲要鬧佢攞開你對污糟手，好似你呢啲人一世都坐唔起勞斯萊斯。呢一巴掌打醒咗周潤發，佢心入面種落咗一粒種子，我要上位，我要有錢，我要攞返我失去嘅尊嚴。呢種對金錢同地位嘅執念，成就咗日後嘅巨星，但亦都為佢日後嘅爭議埋下咗伏筆。1973年，18歲嘅周潤發喺報紙見到無綫電視藝員訓練班招人，佢就同朋友去試下。當時嘅佢乜都唔識，但勝在夠高大，眼神夠清澈，結果被譽為香港話劇之父嘅鍾景輝破格錄取。入到訓練班，佢唔係天才，因為肢體僵硬，成日俾人鬧係木頭，係笨蛋。但佢識得笑，一次唔得就做10次，10次唔得就做100次。1974年畢業之後，佢開始咗長達幾年嘅跑龍套生涯，由民間傳奇嘅衙役到《紅樓夢》嘅蔣玉巖，佢一直默默咁磨練演技。1980年，機會終於嚟啦！上海灘原本係揾鄭少秋演許文強，但秋官因為檔期問題拍唔到，結果就落入周潤發手上。戴住禮帽，着住長大衣，圍住條白頸巾嘅許文強，一夜之間紅遍大江南北。呢個角色令佢成為咗全港甚至係全亞洲嘅偶像。但係轉戰電影圈嘅頭幾年，佢竟然變咗票房毒藥。佢拍嗰啲文藝片，好似《等待黎明》、《女人心》，口碑雖然好，但票房慘不忍睹。直到1986年，吳宇森揾佢演《英雄本色》入面嘅配角小馬哥。我等咗3年，就係要等一個機會。我唔係要話俾人聽我係幾咁巴閉，而係要話俾人聽我失去咗嘅嘢，我要親手攞返晒返嚟。呢句台詞直情係周潤發內心嘅寫照。電影最後收咗3465萬港幣，打破咗香港影史紀錄。佢憑住呢個角色，第一次攞到金像獎影帝。
從此之後，佢就進入咗全盛時期。1987年，佢有5部戲入咗年度票房前10名，總票房超過2億1700萬港幣。嗰陣時，香港影壇係雙周一成嘅天下周潤發、周星馳、成龍。但係喺呢個光芒萬丈嘅神壇上面，周潤發嘅一啲行為開始令到身邊嘅合作夥伴感到不適。1989年，有個好出名嘅清談節目叫《今夜不設防》，由黃霑、倪匡、蔡瀾主持。有一集揾咗張曼玉上去，黃霑問佢邊個男星拍吻戲最差，張曼玉直接講咗周潤發嘅名。佢話有個導演嗌咗卡都聽唔到嘅，就係發仔啦。佢乜人都親過㗎啦，所以我成日話佢，導演嗌停佢都唔停，一直黐住我個嘴唔肯落嚟，我力氣細又推唔開佢。雖然張曼玉講嘅時候係笑笑口，但背後反映出嘅係一種對女拍檔嘅唔尊重。唔單止係張曼玉，鍾楚紅都有類似嘅經歷。1981年佢哋拍《胡越的故事》嗰陣，鍾楚紅先得19歲。有次喺休息室，周潤發同羅烈喺鍾楚紅面前講鹹濕笑話，之後仲按住佢膊頭，跨坐喺佢大腿上面做出侵犯嘅姿勢。鍾楚紅當時被嚇到喊咗好耐。雖然多年後佢哋仲係好朋友，但呢種所謂嘅互作劇對一個新人女仔嚟講，簡直係噩夢。最過分嘅一次係發生喺利智身上。1987年嘅千粒星慈善演唱會，周潤發同曾志偉原本係互相掟蛋糕玩，但利智一上台，周潤發同曾志偉突然轉移目標，將成塊蛋糕直接掟落利智塊精緻嘅妝容上面，仲要將佢個頭按入個大蛋糕度。利智當時忍住淚行去後台，最後喺張國榮面前喊到崩潰。利智係上海人，當時喺香港演藝圈一直俾人排擠。周潤發事後解釋話掟得越多代表越紅，但佢從來冇正式向利智道歉。甚至喺電影《老虎出更》入面，周潤發對利智有一段長達5分鐘嘅暴力戲，據講係真打，利智被打到入醫院。雖然導演劉家良話係苦肉計想博同情，但用一個女性嘅尊嚴同身體去博票房，呢種價值觀真係令人搖頭。仲有2001年嘅金像獎，周潤發同梅艷芳頒獎，梅艷芳問佢點睇國內女演員，點樣先可以闖入荷里活。周潤發竟然答：聽話聽教，乜都肯做，譬如接葡萄皮。當時佢嘅視線係望住台下嘅章子怡，因為之前章子怡喺成龍嘅生日會上面餵葡萄、接葡萄紙呢件事被周潤發攞嚟公開嘲諷。如果話對女星嘅行為係性格問題，咁56億裸捐呢件事就真係一個史詩級嘅羅生門。由2007年開始，周潤發就喺唔同嘅電影宣傳場合重複又重複咁講佢會捐出身家。2008年宣傳《黃石的孩子》，佢話啲錢死咗帶唔走。2010年宣傳《孔子》，佢話要做中國版比爾蓋茨。2013、2017、2018，佢一共講咗成8次。每次講完，佢嘅電影票房就大賣，佢嘅公眾形象就越嚟越高大。但係當大家去查呢個基金會嘅時候，發現根本冇實質嘅捐款記錄。佢唯一一次捐款係2011年捐咗一張偷拍鞏俐嘅相片去拍賣，賣咗318萬人民幣，而買家竟然係基金會個創辦人王菲。即係話佢1毫子現金都冇攞過出嚟。對比下其他人，成龍成立咗基金會，汶川地震捐咗超過1000萬，劉德華低調行善幾十年，捐款過千萬，古天樂默默捐咗140幾間希望小學。周潤發呢？佢喺汶川地震、武漢疫情、玉樹地震，通通都冇公開捐款記錄，甚至連佢以前嘅老拍檔，好似吳孟達同鄭則仕生活困難求助，佢都係一口拒絕。雖然話幫人係道理，唔幫係道理，但對比佢口中嘅56億大愛，呢種反差真係大到離譜。講到錢，周潤發其實計得好精。2007年，佢因師吳宇森籌備赤壁，原定佢做周瑜。
點知周潤發突然提出上百條辣椒條款，要求4000萬片酬一次過付清，每日只拍4個鐘，仲要單獨準備7間房。最後因為保險公司唔批呢份過分嘅合約，周潤發喺開拍前突然辭演。吳宇森當時心痛到要賣屋籌錢，最後係梁朝偉臨陣救場先至解決到。仲有拍《滿城盡帶黃金甲》嗰陣，製片人張偉平都投訴過，佢要求豪華露營車、總統套房，話老婆會嚟探班，結果老婆由頭到尾都冇出現過。最令人失望嘅係佢為咗進入荷里活，竟然接拍咗《加勒比海盜》《魔盜王終極之戰》入面邵峰呢個角色。呢個角色嘅造型同21世紀初西方歧視華人嘅傅滿洲形象一模一樣，光頭、爛面、長指甲、陰險狡詐。呢件事引發咗全亞洲華人嘅強烈不滿，新加坡影迷甚至發起抗議。周潤發事後喺《黃石的孩子》首映禮又再攞捐出嚟做話題，成功轉移咗公眾視線。今時今日，周潤發已經69歲啦。佢塑造嘅許文強、小馬哥、賭神，永遠都會係香港影史嘅經典。呢啲成就係冇人可以抹殺嘅。但係作為一個公眾人物，佢嘅真實面貌似乎同傳媒塑造出嚟嘅親民市民周生有住巨大嘅鴻溝。佢一邊話自己着15蚊嘅拖鞋坐地鐵，一邊卻擁有多架價值千萬嘅限量把名車，同埋好似城堡咁大嘅豪宅。佢一邊宣稱錢係身外物，一邊卻對片酬同合約條款寸步不讓。或者我哋都俾銀幕上面嘅英雄形象呃咗。銀幕入面嘅周潤發可以為咗兄弟去死，但現實入面嘅周潤發可能只係一個經歷過極度貧窮，所以對金錢、名利有住極度不安全感同掌控欲嘅普通人。做人最重係真誠。當慈善變成咗一種營銷手段，當神嘅光環被現實嘅自私同傲慢拆穿，剩低落嚟嘅只係一個令人唏噓嘅背影。周潤發嘅故事教識我哋，睇一個人唔好聽佢講咗啲乜，而係要睇佢做咗啲乜。